什么啊？我在大扫除啊。因为这几天 Loki 不能出去玩，就想说那来把家里整理一下好了。哪里漏了？我来帮忙。不是漏啦，是 Loki 下雨的意思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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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亮亮，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？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知道了，亮亮晒黑了。才不是了。你看，好宝宝贴纸。为什么你会有啊？因为昨天下雨，我帮妈妈倒垃圾、收衣服，妈妈给我的啊。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好宝宝啦。亮亮好棒哦，会帮忙倒垃圾，还会数伞夫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倒垃圾是倒垃圾的意思，数伞夫就是收衣服咯。那我们刚才整理出来的垃圾就可以麻烦亮亮啦。亮亮，那就麻烦你帮我们倒垃圾。可是外面在下雨耶。借口，明明就是懒惰嘛。这是什么样的天气 ？Loki 下雨 ，Loki 下雨，这是什么样的天气呢？Loki，这是下雨的天气。你会帮妈妈做什么样的家事呢？倒垃圾，倒垃圾，倒垃圾，倒垃圾。你会帮妈妈做什么样的家事呢？倒垃圾，我会帮妈妈倒垃圾。下雨天要做什么呢？数伞夫，收衣服，数伞夫，收衣服。下雨天要做什么呢？数伞夫，下雨天要收衣服。亮亮好棒啊！倒垃圾，数伞夫 ，Loki 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加油哟！